卡到这个反渗透法的徐春英，一度被民众党列为不分区立委。当时民众党讲徐春英是海选来的，也毋过起诉书写讲徐春英早就甲当时的党主席郭文铁有接触食过饭。虽然最后徐春英并无列入不分区，但是徐春英嘛看出到李金秀是接班人的案外案，所以民进党的立委是要求民众党要讲好清楚。第国会办公室外口等真久，拢无人来开门。民众党立委李金秀国籍的争议也未解决，也毋过一组组织为着特别代志会员设立了后，都拢无个现身。是讲，在这个时阵，伊的先辈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的徐春英，改选统战的风波也拖上到伊的身躯顶。因为根据起诉书的内容，伊个捌将李金秀的资料传给中国的统战单位。本地徐春英个红列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，民众党当时讲，伊是海选拼出头的。也毋过起诉书的内容显示，徐春英甲黄珊珊真接地来往。早就甲郭文铁有接触，要做伙食饭，相关内容拢甲民众党核心决策款有关系。徐春英他现在没有在名单上哈，我个人没有机会跟他做接触哈。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，无罪推定，程序正义，民众党没有这些机密资料。接受中共统战部的指示，换取不分区席次的下一位是不是就是李珍秀？徐春英这个案子哦，让我们看到他的国家忠诚度的风险飙高，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请不要再逃避问题。虽然民众党强调无罪推定，不过党内洪亚初甲徐春英行甲讲话，甚至引发着讨论，讲民众党敢有可能因为安尼来改善的？因为我还不知道起诉书内容。那如果起诉书内容有跟政党有关的部分，我们会再看这个事实，然后再来处理。但是应该以目前来看是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。徐春英的案件达到国安的敏感神经，就等司法进一步挽回秋田调查真相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